是否存在天使人效能，天使主宰王所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诸葛对之天无所好也。作者属谁则为这上天有为天子，那么祈祷在窝也是没有用的。其所求者，天变之天变之作所为的良心的事情。上天就会设置我为人夫，为天为大，为大大，即有天最高大天。孔子、孟子思想。